请支持原住民青年创业啦！我那边有卖周边商品，就是我除了他 CD 好像卖完了，不知道还没有。然后我一直大力推动母语的那个，我觉得音乐的接受度啦。现在台湾都有哈日族、哈韩族了，都听不懂日文、韩文了。那我唱原住民应该也可以吧？哦，可以。要不要哈演出一下？好。那请买周边商品。好，我都想办法把自己的条件都用好了。就是虽然我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，但当偶像该有的周边商品也是有的，有没有？森林系的新产品猫头鹰。看得出来是猫头鹰吗？看得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口袋树哦，很多，还有拉铁粉。有。因为就是我也有粉丝团哦，虽然还好啦，就大概应该是都兰最红的粉丝团了，都兰而已啦，都兰哦。然后我不想要就是叫他们什么歌迷会，很奇怪啊，歌迷感觉也没有那么有气势，你知道吗？又没有保姆车，我都嘛都自己开车，今天还开保姆车了。那我希望他们跟阿美族很像，就是我们的团体啊，是一个就是共享、共难、共患难的那种团体，很像阶层一样，年龄阶层一样。然后我们年龄阶层都拉开头的嘛，所以他们也要拉开头啊，就叫拉铁粉一样。所以就有这样的新的年龄阶层啊，然后也不用很着米熟米，不用，任何他们想要着米都可以。我的可以借来借去的，如果哪一天张惠妹也需要的时候，对，可以借给她的，一起哈研组啊。陈建年在兰屿他需要的时候，我可以派2个过去。就是也是共享的嘛哈，连歌迷都可以共享。老板，我讲话很渴，我已经脱掉我的那个西装外套，我可以喝酒了。对了，还要讲就是我最近也有一个新的产品，去年跟今年呢，很冲动的想要办一场母语的演唱会，就是2个小时都唱阿美族语哦。然后，但是希望那个规模跟 Super Junior 也是一样的。然后，真的就在台北办了。我们很用心，我们都有派打字幕，有没有打中文？但是因为会阿美族语的实在太少了，你知道打字幕的是65岁的人，还是有一点困难啊。那还是希望可以让，然后这样的演唱会实在太特殊了，在台北，而且超过1000多人，我也吓一跳，大家听不懂，还在那么嗨，然后就把它做成演唱会 DVD 了。有啦，我们 DVD 还是有附中文，而且还有英文呢，国际哦，反正都听不懂嘛。就当做一个国外来的，可能是马来西亚最红的歌手之类的，就买了参考看看呐，可以跟该有的都有啦 ，dancer 啊，大排场啊都有，都是部落的人。海浪一样拍打着海洋。野花一样水里绽放那么的香，夫妇一样守候在家乡，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。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淡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
向，我却在这里惆怅。啊呜啊呀，哦咿哦咿，哦咿呀，哦咿呀，那呀咿，哦咿呀。这首歌，图腾乐团的《我在那边唱》。城市没有阳光的人会唱一起唱好不好？马路没有故乡草原爱的平坦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。预告一下，这个月预告一下，就是图腾没有解散哦。我们是单飞分开赚钱比较快。然后预告这个月的25号，11月25号，图腾要办1年1度的拖鞋趴，在台北很远，你们可以。过25号之后上网 YouTube 找，没关系啦，哇！你们这样为了看拖鞋趴，哇，火车票来回一趟要800呢，来回1600，哇！看图腾等于是2000块的价值呢，好贵的门票哦，好像去看小巨蛋哦。我的酒怎么没有来？